龙吐水，泉水哦，这里是那里有泉水，火泉嘛哈。哦，上去还有三宝殿呢。哦，这过去那个是天公庙。像前方这是300多年的火山碧云寺，历史是300多年了。康熙年间康熙40年嘛，1701年兴建的。正前方这是18罗汉像嘛。哦，正前方是布袋和尚嘛，还有虎虎尊者，降龙尊者。哦，皇帝造型的是梁武帝的。还有达摩祖师嘞。达摩祖师是哪一个？还有智公禅师嘞。